皇上頭暈的毛病可好些了？略好些了。只是皇祖母，你们都退下吧，和皇后唠些家常。下去。是。现在你可以放心的说了，皇上这头暈的毛病可是有什么古怪？是有人在皇上的饮食中下了毒。下了毒？那太医院的人回话说皇上患了风疾。哀家也奇怪，皇上啊从小就习武，身子骨健壮着呢，又正当年少，怎么可能患上风疾呢？这一定是有人做了手脚，下的什么毒啊？是否危及到生命？皇祖母放心，倒不是什么要命的毒药，只是2种药性相克的草药，长期服用会引起心悸和头暈，无法理政。明白了，竟有人如此膽大包天，肆無忌惮，這在朝裡找不出第二個。想必他是看上皇上長大成人了，卻不甘心還政於皇上，居然不惜鋌而走險來毒害皇上。皇祖母，那個狗奴才已經如此大膽，那可如何是好？如今恐怕也只有您老人家能想辦法來壓制他了。哀家老了，忠心於哀家的那些老臣們，病的病，老的老，死的死，都指望不上了。此人不要，给你的。怎么煎怎么服我都写好了，1个月之内按我说的做，保你跟皇上体内的毒全部消除。多謝大哥。小小意思，不用客氣的。哎，對了，大哥，你為你姐配的那個養顏膏需要的藥材也寫一份給我，我回頭啊幫你去太醫院取去。真的？謝謝龍小弟。自家兄弟，你跟我客氣什麼呀？哎，對了，你們查到那個給皇上下毒的人了嗎？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啊，但是也猜到了7、8分。會不會是那個中堂大人鰲拜啊？他那天說讓宮裡的內侍給皇上進補，是不是就是給皇上下毒啊？大哥，這外面人多嘴雜的，咱們好久才見一次。今天啊，我們只談美食，不談國事。對對對。美食當道，其他的靠邊去吧，吃吧。好吃。哎，大哥，我送給你的那把古扇子呢？那把扇子啊，太貴重了，我不敢拿着，所以呢，改明兒我給它當了，興許能換好多錢呢。大哥，那把古扇是我阿瑪贈給我的，對於我來說意義非凡。我和大哥呢一見如故，很是投緣。所以把它轉贈給大哥，沒想到你卻想把它拿去當換錢。呸！我說錯話了嗎？別生氣啊，龍小弟。您放心吧，那把扇子我會好好保存着，我絕對不會把它賣了。如果丟了的話，那我就出門被雷劈，下河被水淹死。你也不用發這麼多的誓啊，只要你心裡有小弟就好了。哎呀，龍小弟，你不知道。你是貴族家的小公子，而我呢，從小出生在一個窮鄉僻壤的山谷裡面，
全谷的人呢，連一件像樣的綢衫都沒有。每當過年啊，所有的人分一頭豬吃。來到京城以後呢，我覺得京城好繁華呀，我特別想努力賺錢，把這些錢都帶給鄉親們，讓他們過幾天好日子。大哥，以後呢，要是缺錢的話，你就來找小弟我。小弟別的忙幫不上，銀錢這方面啊，很是方便。只是，大哥千萬別再把我送給你的東西拿去賣了換錢。哎，那可不行。雖然你是我兄弟，但是你已經幫我很多了，我可不能再讓你幫我了。我要自己賺錢。我知道，大哥這個人呢，表面上看上去放蕩不羈，其實啊，還是很有原則的。哎，我的龍小弟也不錯嘛，仗義疏財，通情達理，最主要的，大气有錢。能得到大哥這樣的評賞，小弟心裡甚是歡喜啊！來，喝一杯。喝，乾了。好熱呀！為什麼這麼熱還要開會啊？此人就是孫福，他曾是我二兒子，也就是奕歡的二哥李嗣興的心腹副將。當年我跟吳三桂在滇都大戰，嗣興是怨恨我為了保護先帝，親手射殺了他娘親跟他妹妹，從此不知所蹤。這孫福也下落不明。如今我們得到消息，孫福已經投降了清廷。現在，我要你們全力活捉孫福，把他帶回明珠谷，從他的口中逼問出嗣興的下落。這孫福都投靠了清廷了，那我二哥會不會也投靠清廷了？奕歡，不要胡說。你二哥是我的親兒子，是我一手教養成人，他是寧死也不會投降大清的。他的失蹤，要麼就是生我的氣，要麼就是被孫福暗害，為國捐軀了。孫福投降清廷以後，清廷對他很是重用，不僅賜了滿姓，還封鎖了一切有關他的消息。所以我們調查了這麼多年，直到如今才探查到，元州知府阿克塞纳木泰就是當年李嗣興將軍的副將孫福。他為了防止身份暴露，行事非常謹慎，出入都有大批士兵把守。為了保證能夠活捉孫福，李歡，我們必須集體出動，明日便趕往元州。啊，明天就出發？對，等樊師妹執行任務回來，明天一早便出發。能不能過2天再出發呀？这來京城還沒幾天呢，廟會還沒逛夠，好多好吃的還沒吃呢。龍小弟還跟我說他要請我吃烤鴨呢。爹，晚幾天再走行不行？我們去元州不是遊山玩水，捉拿孫福關係到查探你二哥嗣興的下落，必須馬上執行，免得夜長夢多。你要是不願去，那就跟着義父回明珠谷吧。回明珠谷？那我還是跟你們去元州抓什麼阿克、什麼泰什麼的吧。奕歡，這次你要把你的玩性全都給我收起來，跟着你的幾個師哥師姐，好好的完成任務，知道嗎？大師兄，我看這樣吧，此次劫人就由咱們4個來完成，讓小師妹只負責接應就好了。還是葉哥哥對我好，不像某些人婆婆媽媽嘮嘮叨叨的，討厭。你就是嫌我煩，我也得提醒你一句，坐直了。此次行動是我們5個人出師以來第一次集體行動，切莫大大咧咧的，不當一回事。認真點。奴才叩見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吉祥。嗨，甭這樣，哀家都說了多少回了，那些繁文縟節的事啊，就免了。哼，趕緊坐下吧啊！謝太皇太后恩典。不知太皇太后召奴才来，有何吩咐啊？哎呦，哪有什麼吩咐啊？也就是啊，看着眼下春光正好，想找幾個老人呢，陪着哀家賞賞春光，是不是？這掐指一算呢，也就剩下你這麼一個老東西了。
能來到這兒跟哀家說說話。是啊，這多尔衮死了有20年了，索尼也死了3年了，多謝太皇太后還念想着奴才。鳌拜呀，你可是我们大清国爱新觉罗氏的大功臣呢，也是哀家的老相知，哀家自然的时时刻刻会想到你。好在皇上已经成人了，哀家这担子呢该卸一卸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太皇太后所言极是，太皇太后也是不容易啊，辅佐了3代帝王，功盖千秋，真可谓是古往今來女中第一呀！哎呦，什麼功蓋千秋啊，天下女中第一呀，這都是虛名虛詞兒。哀家不過是盡了一點本分而已，哀家就是指望着皇上親政，這朝廷穩定。太皇太后放心，奴才定會盡力輔佐皇上，以不負先帝托孤之情。其實呢，你這些年對大清朝啊，一直是盡心盡力。哀家呢，這心裡頭領情。這皇上是剛剛親政啊，哀家雖然老了，但是呢，哀家還是要竭盡全力來保護皇上。誰要是對皇上不敬，哀家呢，就算是拼了老命，也讓他不得好死。聽見了嗎？請您放心，若是有人敢對皇上不利，那我鳌拜絕不會放過他。好，鳌拜，只要有你在，這朝堂上下就不會有人對皇上不敬。你也是3朝元老了，哀家呀，就是相信你有始有終。你哪怕是為自己和為自己的子孫博取一個美名，是不是？奴才多謝太皇太後的信任，奴才定當殚精竭慮，以不負太皇太後的期許。你瞧瞧，又来了。瞧瞧前面這一片的荷花啊，怎麼着？去瞅瞅去。瞅瞅。得嘞。走。